生小的冲突，所以朕有意要北征。不知众爱卿有何看法？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不当讲的话，就不要讲了。皇上，臣冒死也要谏言。那你说吧。朝中上下都在议论说您不想维持和平状态，又想出兵北漠，是因为个人喜好征战，如此是大大的消耗国力呀，皇上。皇上，民间也都在议论，说您欲要北征，是借着出征的名义，用民脂民膏来游山玩水。皇上，朝廷与民间的回应不可不重视啊！请皇上三思啊！不好意思啊！哎呦，浩儿，来啊 ！I'm sorry, very sorry。啊，不哭啊，浩儿，妈妈回去给你喂奶奶好不好？哎呦，不哭啊！成何体统！哦 ，sorry， 浩儿乖，不哭啊，回去妈妈给你喝奶奶。哦，不哭啊，乖。啊，不哭。皇上，乖。Sorry，I'm sorry，I'm very sorry。好了。来，对，不哭了啊！好了，乖。你们还有何事要说啊？皇上，这小皇子与您在一起，恐怕不妥吧？是啊，这说的有何不妥？你们这些大臣，专揪着迂腐的规矩不放。浩儿是朕的独子，更是你们将来要辅佐的君王，他在这儿，有何不妥？浩儿，可这脾气是乖，说看，你们刚才说了那么多，朕全都听懂了。北漠对我南下边疆的滋扰，并非一朝一夕，朕一直谨记于心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，领土问题，寸土必争。我们与北漠早晚是要做一个了断的。即便他强拆了我们南下的一座房子，还是偷了一只羊，朕都要悉数讨回来。出征北漠，事关我朝前途命运，意义重大。朕心意已决，今日起，若再有人妄自议论北巡之事，必当严惩。出去，真严呐！乖。皇上，您在议事厅里说浩儿会成为将来的君主，我觉得有点太突然了。一点都不突然，朕早就有此打算了。我觉得您这句话说的太早了点儿。皇上您还这么年轻，将来会有好多的儿子，万一出现一个您更喜欢的，您说到那个时候您该怎么办？我们浩儿该怎么办啊？你这个人真是古怪啊！朕要将皇位传给浩儿，难道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吗？你为何要说出这样的话？我当然是为了我儿子着想了。自古以来，为了皇位，
父子相继、手足相残的事儿不少发生，我不能让浩儿小小年纪就经历这些，这完全不利于儿童的发展和长个儿。你说的话，朕会再想想。皇上，我知道您对我好，我看得出来。废话少说。今日我要教你批阅奏折。批阅奏折多无趣啊！你也累了半天了，还是早点洗洗睡吧。大白天的睡什么觉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一起做。更重要的是，哎呀，您突然说的这么露骨，人家有点接受不了。坐下，你看看这个。欧巴。张鹏鹏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啊！这奏折的批阅，代表准阅否议4个字。批阅奏折的时候，对这4个字的运用一定要精准。准就是一个圈，否就是一个叉。你觉得不值得讨论的，就是阅；你觉得难以处理，需要有大臣跟你商讨的，就是议。你听懂了吗？就是你情我愿，干柴烈火，要电碧莲吗？张鹏鹏，你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？你难道不明白，朕对你这般苦口婆心的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吗？主要是您总是态度暧昧，用词不当，害我总是误会您的意思。原来叉叉O O是这个意思，人家还以为你在暗示我呢。张鹏鹏，你能不能严肃点？看来朕得对你严苛点，你才能没有精力整天胡思乱想。哈哈。